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自执伫礼拜当中，阮伫即个所在要来敬拜你，恳求你对天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也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心内，互阮的心清气，互阮的通伫你的面前得到换新正直的心，祝福阮用新的心性、新的眼光、新的态度、新的气力来行阮人生的道路。守事我命的上帝，你是堪得阮敬拜。伫即个世间世俗的生活中间，阮真容易受影响，真容易受搅扰。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保守阮，亲像保守你的目睭人，也保守你的教会，因为伊是你的至圣所。主啊，照顾阮的兄弟姊妹，因为阮真容易伫无小心的中间，阮就滑倒。歹的行为真容易学。好的行为真歹，真困难建立。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互阮的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，拢得到上帝你的扶持甲帮助，特别帮助阮的囡仔。阮毋是干那甲你恳求，互因做乖搁好的囡仔拿定，求天父上帝，互阮的囡仔伫足细汉，对人情世事也袂认捌的事，因就会当因为伫教会做礼拜，因就明白一项讲袂出来。就是什么叫做神圣？上帝你的临在，恳求天父上帝，阮的囡仔伫你的神圣、你的圣性的内底来大汉，互因因为有主你的疑点伫因的内底，所有的歹就离开因，亲像黑暗都无存在。恳求天父上帝，甲今仔日所有阮侍奉的兄弟姊妹同在，互圣歌对所吟的诗歌是一个心灵祈祷的诗歌，互依林老师今仔日的事情，伊会当引带帮助今仔礼拜的听书，求天父上帝甲领诗的李云同在，互李云会当伫今仔日的领诗用诗歌做祈祷，互阮兄弟姊妹会当得到安静。我要恳求主你甲阮师会甲主持礼拜的主礼者同在，互阮伫主你的圣殿，人无看到阮，人敢若看到上帝你家己的阳光。愿你的师会所强读的圣经，亲像阮教会讲经共款，迄个精声会当互人醒起来。求天父上帝你用你家己的话讲话，你的话被宣读，迄个所在就带有权柄甲气力。你的话就是上帝你的权能，求主你将你的话刻条伫正人的心内。阮恭敬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交尾交伫你的手，祈祷我个人所有性命，阿门。平安，咱的厝边隔壁，咱的兄弟姊妹讲真欢喜，看到你。感谢主，互咱用一个喜乐的心，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伊的施恩宝座前，与耶稣内底，咱总成做一家人，咱做伙来念这条，伫耶稣内，咱拢是一家人。
来讲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，感谢主，耶稣听咱每一个人，请坐，请坐。以赛亚书6章8节讲，我个听见主的声音，我通找见谁呢？谁为我去呢？我讲，我伫遮，我伫遮，请找见我。伫教会服侍，咱每一个人拢爱食做上帝勇士。这个勇士是爱有信心的。咱爱对家己讲，主啊，我伫遮，愿意找见我，来做每一项代志。咱做伙来唱这条，找见我。呼叫你的声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心事智慧的和平天君。你是不是万主一定，主在呼叫你的声，你竟愿意追求主讲，我的家主找我找我。我的家主找我找见我，找见我，我愿跟对主脚步，找见我，我的家主找我找见我，找见我，我愿跟对主脚步。信心的铁具，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的河流，我们近前来谦卑等候领受，等候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掌权，等候圣灵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《圣灵的江河》。前
求圣神收拾阮一个清气的心，互阮内面有一个活心正直的灵，互阮常常甲你亲近，互阮常常记得来到你的面头前，听你的声，恳求圣神掌管阮下面所有的敬拜，所有的礼拜，阮完完全全仰望交托伫你的圣手当中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上帝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神。我的光。
咱来吟圣诗，圣诗第18首。上帝的慈悲无穷无尽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请咱议员徛咧，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斯鲁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彼得罗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罗米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担坐全能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啊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三角启应文24篇，诗篇119篇，启应文24篇，诗篇119篇。所行完全遵趁耶和华的律法的人，这号人有福气；遵守伊干净的话，专心找伊的，这号人有福气。少年人着用啥物清气伊的所行？是着照你的话来说字行。我专心找你，求你毋通互我的迷路离开你的界面。我将你的言语放伫我的心内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
我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融。求你照你的话，互我勇行。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。将你的律法修饰我。求你互我的目睭越早无看虚假。搁互我伫你的路中来活。你会将我救我。我伫患难中对这会得到安慰。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。因为我要互我熟悉你的律例。我若毋是介意你的律法，就早早伫我的苦难中灭亡了。我听少你的律法甲怎样？我同日静静想，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一开拆就发出光，互戆人通达。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。你的律法是真实。阿免。即时咱过来吟圣诗248首，深生的有福气，请咱坐咧吟全首。是咱同心来祈祷，听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保守阮每日中平安经过，因为主你会看顾，互阮无忧无愁，互阮内心换心正直的心，这是上帝你的赏赐，也恳求你赏赐阮的兄弟，大家身体平安，过来。每一日中有主你的圣神，甲因三甲一个，互阮拢得到主你大大的祝福甲福气。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祈求，阿免。
支持俄勒，请献歌队。
承续上帝话记在圣经，咱要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8节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8节，深起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看见上帝。咱搁来看旧约圣经箴言4章23节。旧约圣经箴言4章23节，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。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，是讲到清气的清心的福气。咱请庄牧师。今仔这个礼拜，耶稣所讲的话真简单的安尼讲：你们要幸福。今仔这个礼拜这句话，是咱常常该化做日常生活，特别是对拄结婚的人，亲像咱甲计划讲，要幸福。爸爸妈妈爱你，嫁着好翁，爸爸妈妈爱你，会当建立一个好的家庭，你要幸福。亲爱的姊妹，今仔这句话是耶稣所讲的：你们要幸福。清心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看见上帝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的意思就是我对天顶带来天顶的祝福，我要互恁清心无跨路。清心就是今仔圣经中间有2个意思。第一，就是互你心无跨界，清心无跨路。既然是人，无100%，逐个人拢捌操烦过，或者你敢捌操烦过？我相信你若毋捌操烦过，你就毋是一个有情绪、有感情的人，那你可能就是机器人。另外一个意思就是，要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今仔这个时代真世俗化，人的一生的活命是对感情、对欲望、对思想来开始。耶稣讲清心的人的意思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清气你的心，要互你的心毋通受拍拉散。原文的意思，伊的意思英语安尼，说英语的圣经翻译做 pure and clean， 就是你的想法爱清气，你的观念爱正直，你的心思意念的影响力是真做什么种的人？亲爱的姊妹，特别是教会青年，爸爸妈妈毋是干那爱恁做乖囝尔，天顶的上帝嘛毋是干那爱恁做乖囡仔尔，天顶的上帝爱恁活伫伊的福气的内底，恁的一生中间找到真正幸福的那一把关键的钥匙。愿天父上帝对咱今仔讲话，今仔日毋是听责备，今仔毋是听教示，今仔日是听一个主耶稣所讲。来，我要将天国的福气予你。全世间无一个讲道者亲像咱的主耶稣。牧师有材料解说今仔日的圣经，但是牧师绝对无亲像耶稣有迄种权柄，因为耶稣讲这个讲道了后，伊最要紧，伊将伊的宝血洗咱的罪到清气。全世间无一个讲道者亲像咱的主耶稣基督。伊除了讲道互咱听以外，伊阁亲自用伊的宝血洗清咱所有的罪。亲爱的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回到上帝的家，咱伫上帝的面前讲：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，特别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重新有正直的心。但一个牧师甲咱分享圣经伊真正的意思。伫咱要领受圣经的话之前，咱同心祈祷，求圣神帮助阮讲的听的，拢平平得的祝福。求圣神安静阮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，对阮讲话。主，当阮咧找人生幸福的道路的时，主求你讲互阮听。
主求你的保护，就是这个灵魂的新的衫，穿伫阮的身上，互阮的新的快乐、新的思想、新的机会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主帮助阮，每一摆都来到你的圣殿，就是阮重新出发的开始。阮做礼拜是为着后礼拜拜一到拜六生活，阮所需要一切快乐。我们对你的教会、对你的圣殿重新出发，恳求主你，就亲像阮的主耶稣应允，将天国的福气带到伫阮的中间，不但讲道互阮听，阁修饰阮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但是主耶稣要用伊的保护，甲阮做清气的心。阮学了你，阮感谢你。愿将你的圣殿高行，你的手中将阮的心往里拍开，求主你对阮讲话，是天灵的话，是活命的话，是恩望的话。主愿你伫阮中间，保守每一个大人囡仔，特别是对阮年长的长辈，因为因要比阮搁较早、搁较紧，有可能搁较紧来见你的面。祝福阮教会的士大人。因会当伫最后人生的最后一里路，会当好好准备因的心，清气因的灵，通准备到天顶见主你的面。主帮助阮真做一个知影何去何从的基督徒，求你互阮有清气的心，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，我个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圣经真重要。今仔日，这句话伫今仔日21世纪这个时代，比伫初代教会更较重要。因为咱活伫今仔这个时代，是一个真容易拍垃圾的时代。因为今仔日的媒体太多元化，太轻易取得。有当时你无订阅的影片，伊嘛走入来，对吧？然后这你知影我咧讲什么 ？YouTube 顶管你若有习惯搜寻什么种的影片？ YouTube 伊的功能，伊自动甲你做媒人。你爱看啥，伊就将迄种类似的遐频道，伊就将迄个物件供应互你。你就愈哪爱，愈爱用伊即个物件。今仔有真侪物件会不知不觉的中间进入咱的时代。所以今仔圣经讲的话，对基督徒来讲是什么？真要紧就是你爱清气心。 爱认真过圣洁的生活，圣洁的意思真简单来讲，就是过圣洁的生活。今仔这个父母真困难，教囡仔过圣洁的生活，唔是咱讲袂出嘴，真有可能是因为咱家己本身都做袂到。今仔教会有真侪困难，因为咱唔是门关起来都无代志，因为拜一到拜六咱是生活伫这个世间。 所以咱真无奈，咱又个圣洁，咱又个世俗化，咱又个伫上帝的面前决志，但是咱又个偷偷做一寡，咱生命中间咱感觉，甲圣经所讲不一致、无共款的所在。好的品格歹建立，歹的习惯真紧就学着。 牧师跟他讲这些话不是道德教训。牧师也曾经年轻过，所以年轻的时候，牧师也曾经有一段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但是牧师跟你讲这些话，不是爱恁做好囡仔，做乖囡仔，不是。牧师对心中跟恁讲，做亲像我家己的囝同款。牧师希望你们活得漂亮，活得幸福。 上帝所予咱的幸福跟漂亮，是甲这世间无共款。歹习惯，伫不知不觉就来。我数年轻的时阵，也抽烟。自从我离开家庭了后，读大学，其实迄段时间就开始学掉烟。我是知道抽烟很难戒，但是我要甲恁鼓励。 不要让任何一个东西、任何一件事情，
让你们无法自拔。兄弟姊妹，这叫做上瘾。在咱的人生中间有一种的恶梦，它会慢慢的侵蚀咱的心，有一日咱的无以自拔。结婚嘛是安尼，真歹势，今仔因为我本地无要足犹豫，甲恁讲无事要结婚，因为今仔直播，大家人拢知，特定教会牧师，甲在少年的人结婚。但是牧师恶梦，恁知影，有些事情一旦做了，门开了，那就无止无尽，没完没了，婚就歹改。也这恁同意吗？我是一个真有个性的人，我嘛真恶梦，我爱当做有好品格的人。婚真正做歹改，最难戒的不是那个尼古丁，最难戒的是那个起摩基啦。会结婚的人拢知影结婚的起摩基生做安怎？伊讲饭后一根烟。恁无结婚，恁该知快乐事神仙。大家拢安尼讲啊。所听弟姊妹，咱是属主耶稣的。愿主耶稣今仔亲自讲道，互恁听。牧师拄则有讲，全世界无一个讲道者会当亲像主耶稣。伫伊讲道的背后，伊个想事开力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咱伫人生的中间，拢有可能，因为尝试去试看卖咧，咱试着迄种伫咱一生中间无拄对咱是帮助的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一个受祝福的教会。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将伊信息甲咱讲，恁着清气，因为恁要看见上帝。圣经有真侪所在讲，为什么咱爱圣洁？因为迄个理由就是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主面。就亲像你要进入上帝圣殿阳光的座前，你需要一支锁匙。古早的灵修的牧师、老师，因拢安尼讲。伊讲基督徒圣洁的品格，就是迄支进入上帝的至圣所的锁匙。人若无带着清洁的心，就是穿迄个生命的白衫，人就无法度真正看到上帝。而且咱看，但是咱看无到。真有可能咱头前有一寡情欲，有一寡世俗，所以今日圣经甲咱讲的主题就是圣洁的生活。圣洁是一个免疫抗体。那到这个季节，咱的卫生所咧拢讲做讲65岁以上的，紧来哦，来创啥？来做预防针，流感预防针。紧来啊！来做13价，来做23价。迄个肺炎链球菌的免疫抗体免钱。主要说讲清心的人，伊的意思就是，一个人若好好保守伊的心，迄个无好的思想一闪而过，因为伊知影这对我无帮助，我就拒绝他。清心的人就亲像咧起一间厝，我甲我的查某囝讲，就是亲像咧起一个城堡。因为你起一间圣洁的礼拜堂，这个城堡，外面的所有的世间的这似是而非道理，伊咧诱惑你的时候，你是住伫一个城堡的内底。圣洁的生活最大的祝福，不是白脚白手。圣洁的生活最大的好处就是，咱得到保守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兄弟姊妹。来经验主耶稣，伊用伊家己的宝血甲咱洗清气。牧师讲很难，但圣经讲靠着我给你的力量，凡事都能。古早人讲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但是耶稣讲，伫我的手中有重生、顶头生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兄弟姊妹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什么意思？当咱来认捌上帝的话，咱就欢喜讲：主，我曾经年轻过，我曾经糊涂过，我曾经敲错门。主啊，我还能够重新再来吗？今天人跟咱讲回不去了。
没有这种道理。在上帝面前没有回不去，所以耶稣讲，都通过水、通过水甲圣神，恁就要得到顶头生。亲爱的姊妹，你愿意过一个互上帝欢喜、互你感觉骄傲的人生吗？主帮助咱，圣洁的人不是一种幼稚，不是。圣洁的人不是唔知影讲，这个世间有这你情我愿的事情。世间人是只不过是愿意亲像保罗的哥林多13、14章讲，我们在罪恶当中做小孩。注意听，我伫这个错误的观念，伫这个交际应酬，伫这个世间，有的家庭真奇怪，囡仔到一个岁，都爱甲伊开光点眼，带去啉花酒。我们在听过恁有朋友甲恁的家族是安尼做。囡仔到某一个岁也未结婚，就先带伊去经验这个世间。即爸秘书真共我开口讲，来，爸也带你来，来啉一个花酒，经验这个世间生做安怎。我捌听见，我知影有的家庭是安尼。但是你姊妹，咱的家庭毋是毋知影，但是咱的家庭是有主伊的荣耀尊贵伫咱的内底。所以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伊讲，伫罪的面前，我亲像一个小婴孩。也是你听有迄个意思吗？赤子之心，伊的心清气的时阵，伊的生命中间挑不起伊这种的人生世事。祷告，亲爱的姊妹，求上帝用伊的手甲你翻咧，外面透风落雨，伊甲你关门，所有遐黑暗的关系加搅扰，就亲像保罗讲，伫歹事伫罪中间，我亲像红鞋啊。但是什么？伫心智的顶端做大人，这句话足水呢。伊讲伫心智的中间做大人的意思是什么？伫一个尊贵的代志，我顶天立地。你听迄个意思？就是这个真尊贵的代志的顶端，我是就是是，无论别人安怎。我做兵的时候，我做我连长的侍卫，做伊的文书。我连长有一个癖好，爱去马杀鸡，就叫这兵内底，就坐车，就招一群人，就去马杀鸡。因为我做伊的连书的伊的助理，所以有时伊若要创啥咯，甲我叫了。到迄个所在，讲小张下车，我讲你们去就好，因为我知影要入去创啥。我连顶个边仔迄个士官甲伊讲，我们去就好，老庄不会去。所以的姊妹，咱伫人生中间是过真的生活，天要上帝帮助咱，伫咱也未拄着伤害进前，上帝帮助咱，因为咱是带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出世，你同意吗？虽然圣经讲我是伫罪恶中生，无毋对，我伫一个世俗的世代来出世，但是我带着耶稣基督的保护来出世。像这条意思，外面的世界是黑黑暗暗，但是伫我的内面的基因是清气的。我的主耶稣要为我的人生来掌管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或者耶稣为你的人生做管理嘛？求主帮助咱伫伊的面前。今仔的礼拜毋是责备，毋是要互咱无快乐。今仔这个礼拜，主耶稣再给我们一个机会，伊所讲的话返璞归真。因为诚心的人要看见机会，诚心的人要看见上帝的荣耀。就亲像2礼拜前牧师跟恁分享，什么叫做上帝的义？上帝的义就是上帝所有一切水啦，
咱对圣经内底读的，上帝是荣光的上帝，上帝是尊贵的上帝，上帝是一个至圣的上帝，上帝是一个荣耀的上帝。圣经中间咧讲起上帝的义，就是上帝以所有一切的美善，以所有一切的水的本质本性。一个捌看起水的物件了后，以后拢要用好物。我从细汉到今有一个歹习惯，就是我爱用好物，但是我无拄有能力用好物。我细汉要用好物，爸母讨就有。但是当我大汉了，我有家己负责任。所以，毋是逐种的你要爱的物件，你拢一定你得得到。但是不要紧，在百货公司的橱窗看过的物件，足侪足水，我不一定要拥有它。我曾经看过它的美丽。人生中间不是拥有，而是享有、享受。你真正看过水的物件。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你降临伫阮中间，互阮在座每一个人，阮有这种荣幸，有这种福气，看到上帝你家己的荣耀。求天父上帝今仔降临伫恁的家庭，伫咱的内心，互恁的家庭将来做上帝手中，圣经讲荣耀的冠冕。这是古早的圣道为咱祈祷。今仔日伫圣神的帮助中间，上帝嘛祝福咱的家庭。伫主的面前，咱过新的生活。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看见上帝。你讲主啊，牧师，我从来捌看过上帝。No， 你捌看过上帝，但是你唔知你看过伊。我以前嘛捌甲上帝讲，主啊，我唔捌看过你。但是上帝讲，等你20岁伫大学时，为了你的将来祷告，讲神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我捌安尼祈祷，所以我才知影安怎甲恁分享，甲上帝讨，再给我一个机会。神给的机会跟将来是了不起到你一生都想象不到。我们配得，我们配得。因为主耶稣已经伫十字架顶端完成这样代志，所以上帝宝贝孩子，你们配得更好的生命，爱甲上帝讨。主，我虽然目睭唔捌看过你，但是我知道你曾经在我生命当中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所有兄弟姊妹，互咱明白。耶稣讲清起心肝的意思，就是对今仔开始，我要互你无烦无恼。世间敢有这种人？除了重度的精神障碍的人，因为知觉失调，因对真侪代志、逻辑的东西不存在。既然是有感情、有欲望的人，都不容易无烦无恼。但兄弟姊妹，从你心中遐个烦恼摕出来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甲耶稣讲。主要说今仔日伫礼拜中间，牧师邀请我讲，我可以跟你求，再给我一个机会。伊甲我讲，耶稣你的讲道，不但是一个知识，你的讲道是一个生命。主，我将这无好的想法交给你，主，你关起我的心门，拒绝继续接受这种的干扰，直到有一天，你的祝福临门，你的祝福来，你让我的心很自然的就敞开，领受你所修属啊，那个尊贵的、有价值的生命。亚弟，你敢会记得牧师长有讲道中间个计划因诶讲道内底讲到这句：爱是需要等待的，幸福是需要等待的。时候到，那个幸福的天使就会偏偏降临在我们当中。咱不是自欺欺人，咱不是迷信，
上帝有伊的事，上帝有伊的计划，上帝有伊丰盛的稳定，永远的快乐。而这愿咱拢做一个享受上帝的人。诚心这个圣经，伫圣经的内底，伊分做两字：第一清气，第二人的心神。第一个字叫做 kasaros， 这个就是清气的意思。伊的英语圣经原文的圣经翻译，拄则牧师甲咱解说 ，pure and clean， 就是伊的没有杂质 ，pure 清气，干干净净，原汁原味。心呢，拉丁文叫做 core， 纽扣的扣，读起来音啦，但是伊拉丁文写 cor， 就是迄个射靶的那个心啊，表心。核心 core， 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啊，看手伫我家己心思意念，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。兄弟姊妹，有时咱在情无一定拢正确，明明真真咱要做的代志，有时迄是咱的主张，毋是上帝主张。所以我的老师甲我讲一句真有帮助我的话，伊讲人的道理不等于上帝的道理，人的道理不等于上帝的道理。伊句话叫做人的神学不等于上帝圣经的神学。人有真侪主张，有真侪想法，但是无拄拄甲上帝想法是一致。求天父上帝赏赐咱智慧。互咱伫咱的生命中间知影一项，洗清气，准备去见从上帝。我有一个灵修的老师，伊叫做辛克，伊写2本册捌互翻译做中文。这个辛克，这个牧师，伊讲伊到毋知几岁，伊讲到我一个年龄。他就封闭的意思是，伊不再写作，不再讲道。伊讲对今仔日开始，是我甲上帝的生命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是我要准备家己去见上帝。毋知是80岁还是几岁，伊决定不再接受邀请讲道，伊决定不再写书，因为是伫德国的中间是100万。畅销书的真出名的灵修导师，但是伊知影伊的时间到，伊讲我要准备，我将所剩的时间留予我家己，因为我要准备我的心去见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检查你的会所也未到这个年龄，但是牧师永远要鼓励咱，时时刻刻准备你家己，清气你家己。准备去见上帝，免你有时去行到天堂的门口，天使甲你讲：啊，你遮尔垃圾，你要较会使入来，靠边站。当然，上帝毋是看悬看低的人，看悬无看低的人。但是恁在圣经咧讲起末日的审判，他是有他的要求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。今仔日第2段的圣经伫箴言第4章23节，伊讲爱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你的心是所有你的幸福的根源，你的一生的生命的根源。要切切保守你的心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常常警醒祈祷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内面有好的想法。古伦神父咧讲起人心内有3项真困扰的代志，第一就是你的感情、情绪；第二就是你的欲望，英语叫做 desire； 第三就是你的想法。有的人真 special， 但是有的人真 different。你讲牧师有啥无同款 ？special 是很特别 ，different 很怪异。这两个字一体两面。当时我们追求特别，但是我们变成怪异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我们特别，
但是我们活出神真正的荣耀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重新把咱的生命背叛起来。咱的教会常常听一句话讲，要啉清气的水，就要安怎？摕清气的杯仔来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每一个做礼拜之前，恁来准备心，爱无？古早阮的许多人，因要做礼拜拜六延暗，因就甲明仔载阮要穿的洗囡仔要穿的童装，拢甲阮准备好，明仔载透早要去做礼拜，佮甲迄个现金的放迄个钱，甲放伫咧放做伙。兄弟姊妹，古早的许多人是安尼教咱。今仔日咱来做礼拜，爱来，无爱来，你请我无用。有个人要过真好，会甲牧师讲，牧师这礼拜我无法度去，我甲你请假，我拢会甲伊讲，愿神的祝福与你同在。因为你毋是对牧师负责任，恁知影做礼拜是你甲上帝约会的时间。咱活伫今仔日的时代，有时由不得咱。每一个主日拢会当出席，包括我的查某囝，因为伊上班是轮班，但是他可以在事后参加主堂上录影的直播礼拜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互咱放弃生命的悲，清心的意思就是圣洁、平静，两项好事。耶稣讲：“我要互你心清气，就是对今仔日开始，你的内心无搁再有杂质；第二，你的心有挂碍，无再有超凡跨入。你若开始烦恼东烦恼西，你就甲花手祈祷讲：主啊，我要做你天公仔囝，这个跨入拢交互你，你甲我掌管。”或者你相信上帝要听你的这个祈祷吗？上帝真正会听这种的祈祷。我要入新学院的时，我做一个祈祷。我甲上帝讲：主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虽然我有个姓曾，我对细汉到27岁，所有的假情形、无食物件是我家己赚来。我的父母。疼惜我，尊重我，做啥物事我选择的代志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既然我选择这条路，我无要搁再跟我爸爸妈妈开喙，也这。伫我27岁进新学院的时，我甲上帝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无要搁再甲我爸爸伸手讨，我需要学费，我需要册钱，我需要食饭钱。我爸爸来到我的宿舍，拍开我的冰箱看，后来对伊毋知有孝无，我毋知影。伊甲我阿伯讲：“哥哥，阮囝足可怜，无饭通食。因为看到我新学院宿舍内底冰箱拍开，干那一块饮料冰安尼尔。伊误会啦，因为我无食家己煮的，阮有食学校的餐厅啦。我的爸爸迄阵已经癌末。”伊毋甘伊的后生将来要安怎？伊无搁再感觉有亏来通陪我。伊嘛无甲我讲，是后来我阿姆甲我讲，有一日恁爸爸来找阿伯时，爱讲到这代志。我讲完咯，但是阿伯感谢你，因为我阿伯阿姆听我的亲像我亲生的爸爸同款。伊代替我的爸爸、我的阿哥、我的阿伯，代替我的爸爸来陪伴我。但是我讲这个，毋是咧讲我的亲情，我要甲兄弟姊妹讲，这种的祈祷，上帝真正听。上帝，我将我的将来交伫你的手中，对今日开始，我无对人开喙。你既然拣选我，你竟然差遣我，主你为着我的人生来负责任。或者你相信上帝要为着你的人生摇花一定吗？你愿不愿意经历看看？咱的上帝是真够活，
求天要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亲自听到耶稣的应允，也亲像牧师甲恁解说讲，耶稣毋是敢若用喙讲道，耶稣伫伊讲道的背后是带有应允甲祝福，伊要互咱有开咱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互我有正确的心，互我有清气的心。这礼拜的查经班的题目，拄开始就是咧讲清心之福。恁若无参加的人，恁若想要了解，因为今仔时间足短，我无法度解说甲足清楚。后礼拜也有机会，牧师要解说这两个字。2000年来灵修的传统内底，用这两个字发展出来，进捌家己内底的心。第一个字叫做 logismoi， 牧师捌解说过，伊内面就是代表情绪、欲望、心思意念。第二个叫做 apatheia，apatheia 这个字的字根叫做 passe，passe 这个字英语翻出来叫做 patient， 激情。人伫一种的欲望、一种欲望的中间会产生一种冲动、挡袂掉的 patient。所以圣经讲人袂当有两个主，人的钱伫啥物所在，伊的心就伫啥物所在。但是 patient 的意思就是心静如水。伫上帝的帮助，我虽然有真侪欲望，有真侪情绪浑浊，但是上帝的灵来进入伫我的内底，我心静如水。牧师特别用中文这两字：心安静，心清气。兄弟，讲简单，做困难，但是在神没有难成之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恁了解今仔日的话，伊通过祈祷。咱你今仔日的礼拜，你将你的心仰望上帝，来到主前，献上一切的忧虑。有一条这种诗歌，恁对 YouTube 去听，足好听。来到主前，将一切忧虑重担。耶稣，我来敬拜你，对不对？也是，互诗歌做咱的祈祷，互咱的祈祷变做咱的诗歌。愿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让我心中有光，主祝福阮的囡仔，互阮的囡仔享受幸福，互阮的囡仔享受上帝你所享受更美的生命，保守因的心，互因无受搅扰，引带因行头前的路。有三个伫今仔日的祈祷：第一，咱甲主讨这个祝福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带来清心的福气。伊毋是敢若讲道，伊享受开咱。清心的人，因会当看见上帝，因为伊心清气，伊才会当看明白。伊要有新的眼光，看到上帝的荣耀。清心的人才会当看到上帝的荣耀。上帝的义就是代表上帝所有一切的美善。清心的人才会当明白，鼻孔压到世间无一个义人，独到咱的主耶稣，伊带来上帝的荣耀。愿咱伫主耶稣的身躯顶悬，认捌上帝一切所有的美善。咱若认捌上帝，咱的生命就改变。牧师甲恁讲结局，我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改阮足困难，但是你若爱我改变，求你赏赐我开难。上帝是会赏赐人戒烟的神，不是干那改婚。上帝是一个讨帮人，让人能够活在自由，活在一切他认为是尊贵荣耀的价值，放下次好的，追求上好的。主帮助咱过个较好的人生，这叫做自觉与自觉。自觉、自觉、甲自觉，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礼拜中间，伊的圣神感动你，你有一种的感觉，你问上帝讲：
主啊，这个感觉是什么意思？上帝跟你讲，唔通搁食这个垃圾食物啊！不要再吸毒了，因为这个世间有真多是垃圾食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有这种的自觉，咱知影我们的生活现在欠缺了什么，咱就起来去追求那个上帝所预备的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放下次要的，去追求上好的。我们配得，亲爱的姊妹，咱虽然是草地人，但是咱嘛会看得领受天顶的祝福。你相信吗？什么人讲草地教会就比都市的教会较次一等？有真侪来咱教会，甲咱做伙做，甲一个联合礼拜。哦，草地有遮水的礼拜堂，我真正是想要对头壳甲磕落去啊！恁都市遮可怜的，都爱招人啊！上帝教会无论都市庄脚，上帝教会就是教会。重要毋是有什么种的建筑物，上重要就是因内面遐做礼拜的人的气质，做礼拜人的生命做出来的分多金，人一入来就感觉不一样就不一样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听的内底，不再混淆咱的心思意念。清气心肝的人，因为上帝的话、主耶稣的保护，因就得到清气，所以就听会清楚。这个世间所讲的道理，甲耶稣所讲的道理是无同款。今仔日是世间所有的教会，无拢基督徒，100%拢是一个清气的基督徒，包括新人院，嘛无拄拢是清气的老师。今仔日，咱活在一个真容易被混浊的时代，外面的世俗的运动，就亲像摕着色素迄个滴管，伊伫咱生命清气的杯啊，一滴搁一滴，一滴搁一滴，将无共款的色素滴伫咱的心思意念的内底。伫圣神的帮助，伫圣经的帮助，伫主耶稣基督保护，伫圣神的帮助，伫圣经的帮助，伫主耶稣的保护，我们可以重返返璞归真，不再混淆上帝的道。所以你姊妹，是上帝的教会内底，卖做这种混淆上帝作为的作为。求主帮助咱，祝福咱尊伊最大，认捌上帝好，认捌上帝水，认捌上帝的心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若认捌上帝，咱若得到圣神，咱就知影，咱的人生事。当你唔知影为你敢若祈祷讲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你唔知这个机会会何去何从。但是上帝就开始为着你的将来这一次机会设定他的祝福跟计划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清心的人因做任何代志，按着圣经的指示，合情合理。合情合理这个字，圣经叫做 logos， 意思就是照上帝话的真知识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后礼拜，上帝通过咱的祈祷，赏赐咱一阵新的门徒，是一个真正遵主的话最基本，热心照上帝的话来甲上帝同工的忠贞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毋是个用家己的主张自以为是。自以为意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
一礼拜安静祈祷，后礼拜你要选几个，你就选几个。咱计划要选12个、5个长老、7个执事。牧师甲恁讲，你免烦恼讲选会出来，选袂出来。你嘛免烦恼要选啥物人。无论选几个，拢是上帝选；无论选几个，拢互上帝选。莫安尼敲电话讲，你选迄个，你选迄个。兄弟姊妹，牧师讲即句话有够清楚无？无论你选几个，你拢毋免惊，无人做，牧师做，好无？恁讲牧师毋免，无论选几个，你也免做，阮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是教会同工嘛，毋是同工啊，是亲人啊。30年来，我从来无烦恼讲咱选几个人出来，我是干那选惊迄个选出来热心无照真道理。我毋捌批评过咱的中职同工，互恁听，因为因拢有真认真做。世间无迄个十全十美的人，就算这十全十美耶稣，伊嘛有一个学生离开伊，但是毋免惊，咱的主耶稣永远袂离开咱。你嘛免烦恼，牧师当时要退休，总有一天我会封口，我会封闭了，这是足正常自然的代志，毋免伤感。因为上帝无离开咱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一个礼拜，歹的物件食了会落屎，歹的思想会互人安那心灵浑浊。拄则牧师讲，一滴一滴的数数，歹的物件会互人落屎，歹的话、歹的思想会互人绊倒。主帮助咱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祷告，主互即间教会是一间诚心的教会，互即间教会是一间诚心的教会。主甲恁同在，因为对头一日到今仔日。咱的上帝拢伫遮，有咱真侪人，咱对头一日恁无伫遮，但是上帝将咱组织一代一个一代，咱减个烦恼，明仔会安怎嘛？这是上帝的教诲，求天父上帝甲咱适合伫地。牧师这篇的讲道时间讲袂了，但是。牧师都爱讲结论。今仔耶稣讲，诚心的人有福气。我对天顶带来我的祝福。我不定甲你讲道互恁听。主耶稣讲，我的活命，我的宝血，要互恁生命得到清气。这是耶稣伊的大观念。愿主耶稣伊的宝血。互咱伫伊个内面才做新创造的人，咱同心祈祷。至尊至圣，耶和华阮的上帝，现在、现在、现在，你对历史的开始、宇宙的起头，直到世间的落尾，你拢永远存在。主，阮恭敬徛伫你的面前，阮甲你立约，因为阮的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阮真爱耶稣，阮嘛深深感受到耶稣对阮的疼。主帮助阮，互阮的教会，伫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坎。阮的教会实具总是要永生，实具总是要得到重新顶头生的生命。阮恭敬伫你的圣殿做礼拜，这是阮共同的誓约的祈祷，求圣神扶持帮助，
互即间教会伫弯巧背逆的世代，做主你的生命真光，将生命的真道表现出来。阮同心祈祷，未堪得，求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是咱用圣诗477首来应答上帝的听。圣诗477首，什么会使我心清气？请起立念全首。Chico,
坐，请咱准备心来奉献。愿咱伫主耶稣基督的听的内底，咱得到开达。愿这条诗歌成做咱的祈祷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做袂来，求你用你主爱的双手来看我，互我搁重新得到正直的心。咱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。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，求你脱离黑暗关系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阮真爱听你的话，因为你的话真正是摸着阮的心。我要恳求主你
当阮心内有感动的时，主你的疼就搭伫阮的心头，互阮无丢除，互阮无惊吓。主耶稣，你的疼不但会当洗清阮所有一切罪过，你的疼嘛会当除去阮心即摆选择的行动甲决志的时，心内迄种无确定的焦疑。恳求主耶稣，你用你的疼来搭伫阮的心，互阮全然放开阮的双手，互你看。主耶稣，求你保守所有伫网络顶悬甲阮做伙做礼拜的遐姊妹，愿你的圣神进入因的心内，就亲像你的圣神运行伫即间你所听得当教会的圣殿中。主耶稣，你的听何等的甘甜宝贝！无论阮拄着心中的情景，心内有偌大的动荡，愿主耶稣，你用你的听甲阮讲，毋免惊，我甲你同在。愿主你也特别疼惜倒伫病床顶悬阮的兄弟姊妹，伫安养院受照顾疗养的，无论是时代长辈，还是黄红人，主求你的圣神甲因同在。我嘛为着心神有搅扰，真爱来得当教会做礼拜的任何一个人，主愿恳求主你的圣神甲伊讲，我是一个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上帝。主求你亲自将你的平安放伫因的心思意念中。主愿你将清心，就是无看界的心，放伫因的灵魂体。主愿你互阮同齐高举你的性命，讲哈利路亚。愿主你的权能伫一切恶得正的事顶悬成就你的美妙。愿伫你的面前，也将阮教会的许大人长辈拢交伫你的手中。求主你怜悯因，伫年岁加添的时，因的骹手无搁再亲像少年的时代遐尼美丽，因的身躯无搁再亲像少年的时阵遐尼有气力。但是愿上帝你的稳定的刚好，永远无孤单，伫因的心神，伫因的灵的内底。主求你听阮的恳求，将你的听放伫阮的中间，长阔关心，愿同心祈祷我个耶稣的性命。阿门。请咱注意，后礼拜选举，咱若真正袂当来，拜托咱一定伫后壁迄个你的名单顶悬写请假，好无？好，互咱免得讲到时咱若无过半数，咱就爱搁重新调一届改选的会议，下面咱来为生日的人祈祷，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。生日今仔日改成3个拢无出席，咱来做伙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。主愿为着玉女姐，为着谢桂芬老师，为着洪志贤兄弟，为着红人来祈祷。主伫即礼拜是因4个人生日，我要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踮伫因的内底。主恳求你将你的稳定抹伫因的头壳顶，互因的稳定对头壳流到因的喙手三支，一直流到因所行过每一个脚趾，日出日落，年头到年底。主伫每一天，互你稳定的油，真侪伊稳定的记号，互所有生日的人伫你稳定的祝福的内底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嘛为着将佢丢落祈祷，即礼拜伊身躯有无爽快，求天父上帝特别怜悯，互伊伫过来即礼拜的检查，会当得到好的医生的帮助，手术新的稳定、活力甲健康。所以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个耶稣的性命，阿门。咱来请师会来报告。
是我来报告。顶主的聚会咱家己看，本周的聚会，礼拜日9点至9，祈祷会是拜三8点至9顿到10。查经班拜六早时的9点伫线上，甲下晡时的7点半伫线上。圣感服侍，咱下礼拜咱请事的请洪真执事、领事刘义纯兄弟，司琴请陈美秀执事，事的任我甲林安禄执事，爱餐请陈英荣长老。圣感讲的读经表，咱请照安尼灵修。具体交通伫10月20日，是后礼拜咱要举行中级的改选。教会也请教会兄弟同心祈祷，恳求圣神使咱后一届中级，那迄日袂当出席参加爱请假，请咱注意公告的事项。第二，请为所有旅外兄弟的健康甲生活祈祷，求主保守大家身心灵拢健康，也有法伊的运上加温。第三，杨雅村的即事纪念奖学金是。咱请紧交成绩单。第三，咱为生日的兄弟来代祷，奉献报告，咱若有毋对，请过继人员来更正。代祷事项为新生强安的兄弟来代祷。第二，为教会青年信心的课业祈祷。第三，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。第四，为出国在外的青年来祈祷。第四，为姊妹教会来代祷，富林以及德克达亚，这是咱来吟上行的圣。咱的主持人即摆礼拜堂奉献吼，因主持老师拢会带因来学习，什么叫做奉献，启信即届摕冠军啦，吼。是心来欢喜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，互即个细囝有安静的灵，伫伊所受的即个训练，其实是咧做伊伫伊的灵的中间的一种的操练。就通过围棋的训练，不但学到技巧，也当学到如何安静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，你赏赐即个细囝伫伊的将来成长的过程顶悬。主你的灵甲伊同在，互伊会当诚做一个深思熟虑，心情安定。像就拄则阮所听到圣经内底迄个帕西亚这个字，就是心静如水，心静心静。主阮恳求主你通过各种的方式来教阮教会每一个囡仔，不但是有自信，佮有所有每一个囡仔拢有因成长的无共款的即种的祝福。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，基督我可所圣名，阿门。耶稣爱你。咱教会其实有每一个孩子拢有伊的特色吼。咱教会嘛有迄个最近有几个囡仔咧参加即种的英文的朗读吼，还是英文的陈鑫嘛吼，还是陈鑫吼，得了真好的成绩吼。当然要叫囡仔上台去安尼背诵迄个英文，父母拢爱相当辛苦啦吼。所以妈妈、爸爸拢爱甲伊写迄个英文稿，安尼要300个单字一篇短短的即个演讲稿吼。其实学习的过程不在伫迄个一个奖状尔吼。学习的过程对囡仔来讲，应该是一个被装备享受吼。所以像这咱每一个囡仔都很优秀，都很棒吼。咱不要怯于甲囡仔鼓励，也要为他们的将来都祷告吼。咱做伙来为着咱的囡仔来祈祷。主，阮伫每一年开学的每一学期的开学，
阮拢会为着阮教会的每一个细囝祈祷，因为每一个细囝拢是上帝你所赏赐父母的宝贝，嘛是教会的宝贝。所以，伫你的面前要恳求主，你互阮的细囝因有上帝你圣性的充满。主啊，我毋免求，剩的你就拢要互因，因为你的话足清楚甲阮讲，耶和华的灵若踮伫伊，迄个人就要有逐种无共款对天而来的恩赐。阮将每一个囡仔交伫你的手中，我嘛要恳求天父上帝保守阮的宝贝，阮的细囝，互因的灵得到上帝你的保守。主耶稣你的保护压在伫因的心上，互每一个阮的囡仔，伊伫你的面前来找到真正幸福的源头。主啊，阮有时毋知要安怎来保护阮的囡仔，因为阮的囡仔活伫一个真特别的时代。但是阮无失去盼望，嘛无惊吓，因为天顶的上帝，你要亲自做因的保护师，做因的帮衬。阮真欢喜。将每一个囡仔拢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互因伫成长的过程顶悬，本身就是一个新约；互因伫成长的过程顶悬，本身就是一个福音。因为因会当伫因的生活中间享受到上帝你的祝福。我安尼祈祷，我给所有性命，阿门。咱来欢迎吼，金兰姐啦哈，金兰姐今仔日来甲咱做礼拜，咱足欢喜哈。主要是平安礼进前，就记来介绍哈。金兰姐上，咱真欢喜，金兰姐甲咱做礼拜。好，咱他多立主节嘛有来做礼拜哈。咱来请咱来做准备上映哈。这是咱来欣赏的圣诗507首，应景归拜上帝，请起立吟泉酒，吟诗山山，总牧师祝祷。上帝，阳光相听，相信三位一体，在地的现在的将来也永远的不永不尽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